大家好，我係 Abel 啊。近年咧懷舊咧已經變成咗一種潮流啦。當然腕錶亦都唔會例外啦。好多牌子咧都將佢上世紀50、60又或者70年代嘅舊作咧重新去 reissue， 而且個成績都好好嘅。嗱，有一個牌子咧，佢都喺上世紀有好多經典嘅作品嘅，但係佢喺懷舊呢一方面咧就注入好多創新嘅元素嘅。嗱，呢個牌子咧就係 Mido 啦。嗱，好多年輕嘅錶迷咧可能對 Mido 咧就冇乜印象啦，但係其實呢個牌子咧都幾有來頭嘅。嗱 ，Mido 咧就係西班牙文嚟嘅，佢嘅英文意思咧就係 I measure， 即係我量度咁解。嗱 ，Mido 嘅始創人喺定呢個名嘅時候咧，就已經話咗俾我哋聽，佢個目標咧係去製作一啲技術含量高啦，同埋風格比較獨特嘅腕錶㗎。嗱，喺1934年嘅時候啦 ，Mido 就已經推出咗一個叫做 Multifort 嘅系列。當年咧喺市場上面係最早嗰一批咧，具有呢個自動上鏈嘅機芯啦、防水啦、防磁啦，仲可以避震嘅專業時計。嗱，喺嗰個年代咧有個咁嘅 specification 咧，簡直就係一款 Apple Watch 嚟㗎啦。當時咧仲未有呢個橡膠嘅 gasket 嘅。旋入式嘅錶冠咧，亦都未發明。Mido 咧就已經好聰明咁樣去運用一啲經過特別處理嘅水松咧，幫佢去密封嗰個錶冠同埋個錶殼嘅接觸點。嗱，呢個咧就係當年好出名嘅叫做 Aqua Dura Crown 嘅發明，幫助咗 Mido 嘅腕錶咧係好有效咁去防水嘅。當然當年就未有 silicon 嘅材質啦，咁所以 Mido 咧就用咗一啲唔會受磁力影響嘅 alloy，即係合金去製作佢哋嘅油同埋擺輪，所以當年嘅 Mido 腕錶咧就已經可以防磁㗎啦。今日仍然喺機械腕錶裏邊揾得到嘅 Incabloc 避震系統咧 ，Mido 喺上個世紀30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用咗喺 Multifort 上面㗎啦。頭先我哋唔係話 Mido 喺玩懷舊嘅時候會加入一啲創新嘅元素㗎嘛？咁啊 Mido 咧早喺1970年嘅時候咧就已經製作咗一啲電視機型嘅錶殼嘅腕錶㗎啦。而喺2024年嘅時候咧 ，Mido 就推出咗一款叫做 Multifort TV Big Date 嘅腕錶。嗱，佢直情咧個錶殼就係一個電視機咁樣嘅。咁啊，最有創意嘅咧就係個錶面啦，因為佢用咗咧所有年過30歲嘅朋友都應該會見過㗎啦。咁啊，當年無線電視喺結束播映嘅時候咧，佢個電視機畫面上面咧就會出現一個彩色嘅測影板嘅。嗱，由於個設計咁特別啊，而且個性價比亦都好高嘅，所以呢款錶限量999隻咧，眨下眼就賣晒啦。咁啊，牌子當然就唔會錯過一個咁受歡迎嘅作品啦。所以喺2025年嘅時候咧，就繼續推出咗一個唔限量嘅版本。咁佢喺個精鋼嘅錶殼同埋錶鏈上面咧，就加咗一啲灰色嘅 PVD 塗層，就令到佢更加有科技感嘅。嗱，雖然性價比咧係個賣點之一啊，但係呢隻錶最吸引人咧，應該就係嗰個測光版嘅錶面啦。嗱，今時今日戴錶應該都係為咗個話題性嘅啫。咁呢個正正咧就係 Multifort TV Big Day 嘅強項喎。任何人見到呢個錶面咧，都一定會忍唔住問你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個話題咪打開咯。嗱，既然係測影版啊，咁啊當然要顯示唔同嘅顏色啦。所以個錶面嘅中央咧就分別有6種唔同嘅顏色嘅。咁啊包括咗有鮮黃色啦、淺藍色啦、淺綠色、粉紅色、鮮紅色同埋寶藍色。嗱，每一格嘅顏色咧都係立體嘅，微微咁樣拱起嘅，睇上嚟咧有啲似髮廊嘅效果，仲有一啲由白至黑嘅5重嘅灰階嘅，同埋嗰啲測試解像度用嘅垂直白線添。測影版咧嘅設計係好認真嘅。嗱，因為 Multifort 嘅基因咧基本上係一隻功能性嘅腕錶嚟嘅，咁啊所以讀時清晰度咧亦都係個設計嘅重點啦。個錶面嘅邊緣咧有一圈黑底白色嘅分鐘刻度嘅，咁啊配合埋長度啱啱好嘅中央秒針，同埋嗰啲加咗 Superluminova 夜光物料嘅指針同埋時錶咧，基本上喺任何嘅光線底下咧，你讀時間都會好清晰㗎啦。咁啊，自從2018年個牌子慶祝咗100週年開始咧 ，Mido 就將佢哋個 PowerMatic 80嘅機芯咧加入咗一個大日曆嘅功能。
嗱，今次咧亦都出現咗喺呢款嘅新錶嘅12點鐘嘅位置嗰度。錶底咧係藍寶石水晶玻璃做嘅，咁啊可以俾我哋睇到個機芯嘅運作啦。嗱，呢個機芯咧就係 Swatch Group 自主研發嘅一個實用型嘅機芯，佢不但只擁有呢個80個鐘頭嘅動力儲備啦，而且佢個油絲咧亦都係用一種唔會受到磁力影響嘅 Nivachrome 嘅物料去做嘅。嗰個擺陀上面咧就刻咗個 Mido 嘅 logo 啦，仲有一啲直紋嘅打磨添。嗱，喺呢個價位嚟講咧，就係非常之有誠意噶啦。灰色嘅 PVD 精鋼嘅錶殼咧，佢嘅直徑係40個毫米啦。用咗一啲拋光同埋拉絲兩種嘅打磨技術去打磨嘅，咁啊令到佢好有立體感啦。配合埋嗰個旋入式嘅錶冠咧，隻腕錶係可以防水100米嘅。PVD 精鋼嘅錶鏈咧就係一體式嘅喎，咁啊我覺得咧係比較適合正裝嘅穿搭啦。咁所以隻錶咧就送多2條，分別係黃色同埋藍色可以快速轉換嘅橡膠錶帶俾你。咁啊一隻腕錶咧有3個形象。咁你對 Mido 呢一款定價港幣1萬蚊左右嘅話題性嘅腕錶有咩睇法呢？響評論區嗰度話俾我哋聽啊！我哋下一個 video 再見，拜拜。